嗱，講喺我身後咧，光燦燦嗰個地方咧，就係佛山街最近比較火嘅江灣夜市。因為好多粉絲之前都同我哋講㗎啦，喂，呢一期佢哋興我星哥得閒過嚟試下啦，冇問題啊！我哋睇咗一下嘅，喂，佢呢間嘢咧，佢就唔係嗰啲好地踎嘅嗰啲咁嘅夜市，我覺得呢個規模係比較大㗎，同埋佢依家佢個地方咧就喺一個立交橋嘅下邊，一個環島嘅下邊，即係上邊有瓦遮頂㗎啦，放心㗎啦。咁佢下邊咧可以擺嘅地方咧，一個圈咁樣掃過去，冇一間一模一樣，佢唔會好雷同嘅。一開始好擔心話，全部都係臭豆腐啊、咩烤魷魚啊嗰啲咁嘅嘢嘅，睇落好似間間都有啲唔一樣。入到嚟第一檔都已經唔係凍品，都係現場去包嘅一種小籠包。多少錢啊9塊一份？9塊一份，招牌醬肉和葱香鮮肉兩種口味的。有手工嘢食嘅，同你講，越嚟越感覺係對路嗰種 feel 啦。口渴喎，飲杯嘢先。3杯招牌檸檬茶吧，3杯招牌檸檬茶。它叫什麼名字啊？小土豆。你有冇 feel 到嗰啲夜市咧？嗰啲台咧已經升級晒㗎啦。大哥，你們這是烤肉嗎？對，東北烤肉。一張台仔都可以升級成嗰啲烤肉，度身訂造的。對。今時今日嗰啲咁嘅夜市嗰啲檔攤咧，真係你估佢唔到，你睇下幾有規模啊！人哋整整齊齊咁樣擺晒喺嗰度，咁啊準備一 set 咁樣嘅。啊，好嘢，升級晒，真係喺夜市第一次見到有切魚生，係咪而家湯定係點？現湯嘅，現湯添啊！哇，係喎，係咪成個市場淨係得你係切魚生？唔係，有兩間嘅。有兩間嘅，你又搞得幾乾淨喎？呢條係赤眼，即係而家呢度啲夜市嗰啲攤檔咧，就唔係推車仔咁簡單啦喎，應該係感覺叫做五臟俱全㗎啦。因為佢呢度咧，佢係比較合規啲啦。佢每晚佢都會檢查完佢先走㗎。佢有嗰啲專門嘅管理咁樣嘅，即係佢哋一定要你搞好先可以走嘅。你走嗰陣時咧，你攤主檢查一次，之後咧佢4點鐘咧，佢嗰啲管理嗰啲又嚟檢查一次，每個月都會洗嘅。哦，佢哋會統一再用嗰啲高壓水槍過嚟沖啊咁樣。你日頭過嚟你睇你就知㗎啦，一啲垃圾都冇，真係一啲垃圾都冇。週末嚟到咧，啲後生嘅咩咧，基本上就好爆嘅呢度。有咩唔一樣先？其實我覺得都係差唔多，佢主要係點講？嘢夠多，俾水俾電你，搞埋清潔，係嘛？咁你加上周邊全部住滿㗎啦。嗱，落雨又有瓦遮頭，又1000蚊千零蚊就有個位。你6把喎。喂，你當乳鴿咧掉咗100幾隻喺度，我諗佢都唔憂做啊！咩味㗎啲乳鴿？隻味㗎咋？得一隻紅燒。係啊。幾錢隻啊？29。你哋一日賣幾隻乳鴿俾啊200到300。 200到300隻。從中山過嚟。哦，你真係中山過嚟嘅？我南區嘅，中山南區人。哇，怪唔之得啦，真係中山乳鴿喎，冇呃人喎。冇啊，我講石 Q 話㗎。正宗嘅中山人，用嘅乳鴿7兩乳鴿啊，都有講究啊。沙爹燒，執啲啦，幫我哋乜都執2、3寸咁啦，10寸8寸加埋就 OK 㗎啦。咩好食啊，老闆娘？果肉。普寧豆腐。果肉點賣？果肉同埋買果一個價6蚊4個。哦，好啊，仲有呢啲咧，哇，呢好大份啊呢啲。嗰個芋頭嘅3蚊雞一個。芋頭嘅，好啊，咁我哋一樣都要少少啦，好嗎？一個口味攞1個定？一個口味攞2個得啦，一個口味攞2個試一試啦。呢2個每樣2個。係，冇錯。會唔會太多啊？唔緊要，好多人。嗰個係地番薯咩？拼盤就5蚊7個。係啊。啊，好靚啊豆腐。搞掂。整幾碗湯嚟飲啊！有啲咩湯飲啊？雞骨草啊、木棉花啊、鯪魚啊。我要碗雞骨草。可唔可以輕輕打開嚟睇睇啊？輕輕打開嚟睇睇啊！哦，呢度可以喎。係可以喎，幾香喎。試蒸閒都係你嘅，即係就係負責筆就得㗎啦。出餐最快。但係佢呢6煲嘢咧賣完就算㗎啦，成晚都係得個6煲。不過都會隨住季節變化嘅。係。好，走。拜拜。點解日日都嚟呢間檸檬茶咧？有靚女嚟。好真實。幫我拍張照，拍啊，再拍你們了。
基本上咧，即係我哋就肚就係咁多啦。咁我哋揀啲特色少少嘅咁上下。咁當然，檸檬茶老闆娘都好熱情，很熱情，是吧？那麼我們就坐在這裡就一起吃啦，啊，一舉兩得。呢檔潮汕炸果啊，手工嘢嚟嘅，係其實佢哋自己手工做嘅啫，佢唔係買出邊嗰啲嘢嘅。喂，佢呢個豆腐，它這裡面是什麼韭菜？韭菜有點肉餡那種感覺，還挺香呵。可以的。幾好啊！喂，佢呢一個咧同嗰種啱啱新鮮炸出嚟嘅普寧豆腐咧有啲唔一樣，嗰、個係硬脆，呢、個係腍腍地嘅脆嗰種嘅感覺，但係好香。話俾你聽就係香，同埋豆腐特別嫩滑，即係出邊嗰層唔係硬皮係虎皮嗰種感覺，啊幾好啊！呢個豆腐係唔錯，好有就係地道嗰種感覺啊！即係我哋潮汕都有食過呢啲咁嘅炸嘢嘅，有啲感覺好似中山佬咧，佢話呢隻鴿咧揀介乎於5到7兩之間嘅鴿。咁啊，啱新鮮出爐，即係總之乳鴿咧係好食嘅乳鴿嚟嘅，首先係，而且比較嫩啊。咁啊喺呢一個夜市咧有2檔乳鴿，咁啊佢呢檔咧就零舍多人買嘅。沙爹我知道這家，但是我真的沒吃過。真的沒吃過，挺有嚼勁的，而且它這個汁的話我感覺挺濃郁的，這個好吃哦。這個好吃，來拿多一串。老妹，小妹有沒有空？小妹，老妹，吃一下，這個好吃，這個沙爹。好吃，但是我第一次吃，是吧？就是味道很獨特，因為就是不像常見的那種味道，有點微微辣。這個是什麼呀？檸檬葉。對，就比較清爽，沒有那麼油膩。佢講嘅就係我所講嘅嘢。它這是牛肉哦，不是雞肉，有雞肉，佢雞肉吧。最近呢幾年開放咗夜市啊、地攤經濟啊，其實係盤活咗嘅喎。咁亦都好多後生仔咧係湧上街頭，即係我諗下。即係佢哋覺得咧，打工都唔係唯一出路嚟嘅。咁好似呢一啲低成本啊、低門檻啊咁樣嘅創業渠道咧，都不失為一個方向。咁啊好明顯喎，呢一度咧同傳統嘅嗰啲咁嘅地攤夜市又唔一樣，佢明顯係精緻好多㗎。幾時開始我真係唔知啊，反正我嚟咗年幾啊，應該都3年左右啦。我記憶中啊，即係我做咗3年。我之前都係食客嚟嘅，不過見到有人擺我先擺嘅啫。以前這裡還沒有規劃的，那時候都是擺在外面的，然後後面規劃了之後，我們就自然而然就來到這裡了。因為剛好那時候這裡還不是夜市嘛，我們也算是第一批進來這裡擺攤的啦。那你覺得這個夜市跟以往的那一種有沒有什麼區別？我覺得最大的區別就是這裡的吃的比較多，然後比較特別一點。咩吸引我過嚟？係啊，貧窮啊！除咗貧窮以外，肯定靚女多啦。有錢揾，有靚女夾，係咪先？每個月的那個營業營業的話還可以，因為畢竟總比我們出去工作會好很多的，比起以前的話，因為自己的話，對於我們年輕人來說的話，相對來說比較自由一點。因為自主創業嘛，就睡眠時間的話，自己會比較睡到自然醒一點。如果說去工作的話，就會相對來說早起。對，就大小也是一個老闆嘛，賺多賺少的話，開心就好了。即係你話如果係擺攤咧，可唔可以致富咧？未必㗎。咁但係如果你肯努力啊，肯勤力啲少少嘅話咧，我諗應該都可以揾到2餐嘅，即係賺錢係冇問題嘅。